改名 Go Go。你要办什么？办身份证。是的。先把糖那些我都不帮你今天呢是3月17号，因为寿司郎有一个只要名字里面有鲑鱼2个字就可以吃整桌免费的活动。于是呢，我跟我同学就决定，我们今天要来改名叫做什么什么鲑鱼，然后我们就要去吃免费的寿司郎。今天第一次回收有市民胜利，看重新名称改名为真金鲑鱼。好，来。这个部分好像专辑品鲑鱼。好，好了，谢谢。好荒谬啊！什么啦？什么啦？我把手机放下一下下。好。全部人都为了吃鲑鱼而来，超级多人。鲑鱼。超好吃，还有尾鱼大在。还有一个，还有那个饭直接有没有厨余啊？还有点鱼吗？你要什么？有什么来什么？这件给你。这是什么？明太水料。套的盘子总共是21盘，银色13盘，这边还有一盘，加起来13盘。然后金色的话有37盘，黑色是11盘。另外的话有个茶碗蒸，3个60元的果汁杯，还有一个日本酒，4个40元的饮料杯子，还有一个80元的炸物，然后4个雪花冰，有一个100元的圣代，还有一个140的商品，然后有4个90元的商品。这个7502在这边需要吗？不用，这样可以。哦，好，你等我一下哦。哎，可以帮我选一下证件吗？好，好帅哦，真极品鲑鱼。今天做21桌嘛。是。好。